后来卖大米了，都给人家一点点了，人家都喜欢到他的店来买了，生意就比较好。主要是遇到一个穿西装笔挺乞讨的人呐、流浪汉呢、能够帮助他，结果那个人是法国人呢、不把人家当骗子，诚心诚意来花很多钱来帮忙那个外国人、法国人。那个法国人是来投资做生意被骗了，才会变成街上乞讨流浪汉呢。黄文华帮忙那个流浪汉回到法国以后，那个流浪汉儿子好像是法国规划局的局长，所以他交代他的儿子到法国要感谢那个帮忙他的人叫黄文华。后来规划局在殖民地就是越南了，法国的殖民地越南要兴建铁路啊，所以就先告诉那个黄文华说要买一大片的荒地啊，然后后来规划局宣布要兴建铁路了，土地征收了，就高价收购土地了是赚了一大笔钱，然后有了本钱又做房地产了，10几年就成为越南首富了。黄文华，中华民国的话，所以不能看不起流浪汉呢，可能都是生命中的贵人呢。